好多人都話結婚一定要妝靚衫靚，計我話髮質都一定要靚，成個造型咧先至更加完美啊！而結咗婚之後咧，好多人都會 DM 祝福我，除咗恭喜之外咧，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點解我啲頭髮好似識得發光咁？平時分享 skincare 比較多，好少分享頭髮。而最近嘅我秘密試用咗一個有護膚級成分嘅 hair product 幾個月，今日終於有時間同大家分享啦！就係呢一 set 蘊含海藻糖保濕精華嘅 TRESemmé 全新黑金發光瓶系列，採用專利發光技術，一 set 就可以做到自帶光環 bling bling 效果。首先就用黑金洗頭水同埋護髮素，天然植物海藻糖保濕精華可以喺頭髮表面形成保濕膜，維持水分平衡，仲可以防止頭髮乾燥，好似去咗 salon 做 hair treatment 咁，係肉眼可見嘅光澤同埋豐盈感啊！想 keep 住養靚把頭髮，我一星期會用埋 TRESemmé 黃牌黑金髮膜2至3次，佢嘅質地非常 creamy， 好似精華咁包覆每條髮絲，換髮8倍亮澤，深層修護無鱗片，真正做到24小時光澤。洗完頭我會用埋 TRESemmé 黑金護髮油，裡面嘅冷壓萃取馬魯拉果油可以長效鎖水，就算後續吹頭定係 set 造型都唔驚傷到頭髮。成個系列一齊用咧，唔單止頭髮非常之順滑，而我嘅 Big Day 咧由朝搞到晚啦，哇頭髮都係 keep 住非常之有光澤感，仲有淡淡嘅小蒼蘭同埋琥珀香味，真係非常之推薦啦！而家 TRESemmé 黑金發光瓶系列登錄萬寧啦，由即日起仲有限時優惠添啊，仲唔快啲去買？